新兴分局员警接到辖区超商报案，说眼前这名57岁宋姓女子要买2万元的点数，怀疑她遇到诈骗。我不知道为什么要存点数。他说借钱要保证金先给他，对不对？对啊。而且借钱没有再拿点数，因为他点数就是拿去洗钱方便。女子跟警方说，她在网络上看到小额借贷的资讯，她想借5万元，对方却要她先买2万的点数来担保。还好店员发现，及时阻诈。另外，这名来邮局领钱的70岁张姓妇人也差一点就被骗了。我要去买黄金，现在黄金不是很夯吗？现金我要去买黄金。那你现在现金是要领多少？60哦。警方一查发现，妇人在网络加入投资群组，说买黄金可以赚钱。他到邮局临柜要领130万，还好行员报警，员警到场劝说后，妇人恍然大悟，保住100万存款。东森新闻在高雄的采访报道。